哇！发现阿曼正经常关心阿明嘅空气咯。佢发现到阿明几日咧，竟然冇食到几喝嘅水。其实观众朋友，自家有注意到自家嘅几日嚟嘅水量冇？适当嘅水量对人体嘅空气係非常重要嘅哟。接下來，我就來看要出現那條實用嘅詞彙，接下來學習。客家話水，水，華語的意思是水，水。最早，最早。杜渴，杜渴，華語的意思是口渴，口渴。啉，啉，華語的意思是喝，喝。早，早，華語的意思是乾燥，乾燥。水愛天天的啉，才唔會渴到。水愛天天的啉，才唔會渴到。華語的意思是水要慢慢喝，才不會嗆到。水要慢慢喝，才不會嗆到。南市英雄用版講：水愛天天的啉，才唔會渴到。水愛天天的啉，才唔會渴到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才唔會醉着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才唔會醉着。沒做得講，出門愛記得帶水，才唔會杜渴。出門愛記得帶水，才唔會杜渴。華語的意思是，外出要記得帶水，才不會口渴。外出要記得帶水，才不會口渴。天時又熱又燥，天時又熱又燥。華語的意思是天氣又熱又乾燥，天氣又熱又乾燥。南市英雄用版講：天時又熱又燥，天時又熱又燥。